个经典的那个完美拍照景点，快有请讲啊！我们今天呢，就从屏东恒春屯跳港前来退的了。饭团套餐。有没有 CD？ 豪华海鲜冻饭。好新鲜哦！这个是我在这种日式料理店吃过最好吃的。那个枫叶掉下来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在加拿大。哎呦，桂花鸟。好了，罗先生，罗嫂在门口等你，Hello。你佩轩想吃了啦？心路台哟，无错过的心酸，老热大擂台，好色向下落。各位亲爱的乡亲朋友，大家新年快乐啊！哈，因为也是2021年哈，天一好。天一日哈，所以相信大家也过多年也过得非常的快乐啊！你不用聊，因为这疫情的关系啊，所以有很多朋友可能因为那种报复性的那种消费、报复性的旅游，还有没办法出国嘛，没办法出国的嘛，他们就会去一些他们景知的一些景点，或是景知的一些好吃的一些料理啊，为看为食，但是按根本你的特别地方冇共用哦，冇共用哦，少给人里哦，私房景点，私房好吃介绍过后啊，马上又到你过年的时间，过年时间大家就有地方好去做得幾快嚇，去幾條路啊。對，根本呢唔單止介紹景點，還單止還介紹好食好料理嘅東西，係啊，佢嘅順風，從火茶條咁樣。有唱到客家嘅喺度經驗啊！到底今日要介紹乜嘅好嘅景點，要介紹乜嘅好嘅料理呢？嚟歡迎鐵柱裏邊帶嚟精彩嘅表演。來就係下，來就係下。còn hết hăng nhìn giờ hết nhìn ha lời chân bu chú hết hà ngày sương nghi sương ngày còn nay vì đời ya hết man nhỉ lời chân bu chú hết hà suy an theo pha hiệu nhất chính yang nhìn ha phố phong trời hồng đi còn nhang thái ca lời cho ha yêu sang ghé sang sư sông su yang nhìn ha hơi yong ghé su tu với nhận thái ca lời cho ha suy an theo pha hiệu nhất chính yang nhìn ha phố phong trần dòng nhì với nhận thấy cả đời cho ha yêu sang ghé sang sư sông su yang nhìn ha hơi yong ghé su tu với nhận thấy cả lời cho ha姐好，各位唱，有人被踩到脚，
见面了哈！哎，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哎，新年快乐！对，哎呦，哎，今边要介绍乜个好的景点啊？你哈，来自南部，来自南部，来自屏东，来自屏东，对，屏东，来屏东，林乐，屏东昨天。昨天，对，全部都屏东人啊。对，係啊，屏東可能對北部人來講，嗬，會較少下到南部人。國境之南了。這家都可能福都肯定伊啊。跳過。對，冇停留，直接落去墾丁。對啊，但是中間還當到當好嘅景點啊，當好嘅美食啦，我好嘅介紹本來睇。好，首先，先來介紹一下。長嘅思源開始。林樂來到我嘅故鄉，林樂有三寶嘛。三寶哦，哪三寶？東北有三寶，我知道。林樂也有三寶。林樂有哪三寶咧 ？A 啦，彭佳慧，更加有錢呢，彭思傑。哎呦，第三寶嘞，這你自己想的，自己 Q 啊，對，很久。猛抽，三寶。來到林樂，一定要去鄭成功廟。哎呦，鄭成功廟到處都是啊。係啊，因為伊迄個人，伊迄地理環境睇人林樂鄉嘅種嘅。哦，懂就錯嘞。伊迄最中央嘅地方，所以你睇行到，伊迄唔係行到那樣，你同人講啊，我今日睇人聯絡一個參皇宮廟，人哋就點睇啦，人哋就一定前未到。所以聯絡嘅家講啊，唔掂那邊方向，唔就反正冇人講參皇宮廟點嚟，啊，唔就啲個啦電影都出嚟，好。啊，天嘅因為唔當來到參皇宮廟嘛，一天愛來去。國時呢，伊間廟人到福星宮，福星宮，因為係據傳係清朝嘅時節有嘛，伊間人咧鄉民人到徐秀桃，伊睇嘅河拜，就係睇人哋參皇宮廟河拜西上夫，啊就拄好有看到啲官員巡禮嘛，伊心講都想講啊，伊上岸人到喺佢加倍唔啲好嘅，啊結果伊寫喺上鋪歸去落下時節，見伊就不平嘅，係伊就不平。其實伊看到人嗰時傳說講，伊看到嘅就係人哋屏東九如鄉嘅太王爺出巡。伊看到嘅寫青人島嘅寫啦，就係太王爺，啊結果太王爺就就下聘，伊就提嘅後拜陪位嘅木箱，就有點像聘禮這樣子。啊，所以不平之後就人就過身咧。啊，伊過身之前有先交代講，啊，伊就係我家本嘅王爺做姑娘嘅，所以我哋很持手頭。是然後係王爺阿婆、王爺奶奶，啊，人家就列為我們林樂鄉的一個非常大慶典，所以每一年的過年初二，伊會做係，伊就會做每家，啊，我們村莊就會去繞境，就會去繞境，啊呀，相片就係我今年過去過年的時節，係咪？又係我聽我們講嘅，聽我們田多村，係咪？就是它是一個盛事。八家將嘅，你不有呢？跟分權啊，哈，跟分權啊，係。然後林樂一片行下來，沙河繼續往南走，往南走呢，就算我去墾丁的話，一定會經過家嘅地方，人都好無聊的林樂運動公園。好無聊，介紹好聊的，介紹無聊。沒有，它是一個經典的那個完美拍照景點，快樂氣強啊，非常漂亮的地方，看起來很漂亮。對，因為這片中國的阿勃勒啊，就一個樹種阿勃勒，以開發時節就大王發，然後還有鳳凰木，大概是5、6月的時間，你只要去那邊。就會本給法醫碟了。哦，對，很漂亮，就是兩種黃金魚，對，還有鳳凰魚，這樣子。哦，很美。OK，謝謝。思源，海怡姐姐來。三號了，我來介紹一下我嘅故鄉。故鄉，其實昨天，他有看到其實要跟那係一個100年的老車站。哦，嘿，對，日本時代留下人可以看到也還有以前嘅那個賣票嘅地方。啊，在蠻呢。賣票。對。賣票的地方，那其實我哋一個古老的車站隔壁還有間石田一郎嘅圖書館，也是日本時代留下來的。其實差不多用我哋嘅忠義町，對，以前忠義町係嘛？忠義町，阿權妹啊，忠義
挺，综艺对，对中用功啊，我们每年都会有那个春季跟那个秋季的这个巡演，对，非常非常的热闹。那还有呢，还可以来到我们6堆客家文化园区，里面有这个美浓纸伞区，非常的漂亮，也是有流传到你们那边去。对，那包含了这个园区里面除了有这个演艺厅的部分啊，还有我们这个展示区，有时候还会有动态的展跟平面展，还有以前留下来的比如讲古老的厨房啊，粥下啦、米条啦，还有那些糯米干呐，或者是你想要带小朋友来这野餐，东州的。泸州的，对，这片青苔青现在这种真科技时代，很多小朋友根本不知道以前到底长得怎么样。我们跟他讲以前的事情，他会觉得你在讲天方夜谭。对啊，你就带他去看。那其实呢，还可以介绍他跟你的吃这个美食。哇哦，最好的来嘞！都给，过年过节就会是好料的吼。一个呢，还体验一个恒春啊，恒春这喂怎么一堆猪？对啊，这个里变猪圈了。压干掉没有吼，还保留了原始的这个那个碾米厂的那个机器，对，它都没有拆掉，阿姨用那还去改造，然后所以你进去的时候，除了有这种复古风的感觉，你也觉得很多的网美会这边拍照打卡，重点是一点的东西懂后生，好，像比如讲啊，迄世界的时候，如果是到我们调咖已经妈妈给私房菜，哎呦，对，讲到这个就要吃私房菜，对不对？而且我们今天呢，就从屏东。恒春屯调咖请来特别了哦！暗夜呢？来，哎呦，好的，欢迎我们老板来！哎呀，调咖来了！屏东出行来了，真的，对，好，我可以吗？我先吃哦，先吃，来，老板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要真有的。那这是我们的那个饭团套餐，对，就是它的组合是这样子，两个主菜黑马干，对，主菜它这个是我妈妈的拿手菜，是芋头炖排骨，快点，对，不好意思，我就先过来，不好意思，不会，很厉害，排骨我要来一块排骨，要跟你先妈妈，只有2块而已呢。他妈妈自己私房手做，我可以跟你一半，我一半要吗？不用，想吃罗哥，留下一口，好吃，是不是？好吃，你给我2黑米哦。这不是米，这个也是有混合，还有混合黑豆。这个是有炙烧过的。对，这没有炙烧。我帮你炙烧这个给你们吃。现场来炙烧一下。是谁喂啊？来这样，我们吃新鲜的哈。那炙烧的时候，我们先吃旁边的好不好？等一下，你们等一下还有。等一下，还没轮到你们，不要急。清楚给呢？怎么可以？哇！你连炙烧都好帅哦，真的。急呢？你今天怎么了？没有想吃是不是？对啊，米谷的老板人帅，东西又好吃。哎呦，真的。可以先尝看看。罗哥怎么样？罗哥好不好吃？不要学吉娜。我才不会这样。好香啊！那我听听看。我天啊！这边有一定这个是那个清迈炸鸡，清迈炸鸡，韩国的泰国的吗？一个泰国的哦。然后你要挤柠檬吗？对，就是会有那个有分黄明志的味道，对不对？黄明志是马来西亚。那个女孩，认真哦，清迈的炸鸡跟那个泰国曼谷那边是不一样的。正点哦，这位老师用版某中庸，我很想要试。你要试吗？没关系。我可以，是不是很好吃？清迈的比较酸。这辣酱，古虫直接是用酥了的，没？骨头摩斯班哦，所以我刚刚真的没吃便当是对的，没吃便当是对的，真的留肚子。好，我很好奇那个饮料是什么？这饮料是个抹茶的，而且里面好像还有，而且这个看起来很像是珍珠，它是用蒟蒻做的。哇，健康，很健康养生，所有的少女都尖叫。对。下不去，好酸啊！我跟你讲，吃完这一些比较油腻一点的东西，然后再喝，哎呦，好舒服，而且它不是很甜呢。对啊。没有说有的像我有时候去买一些那种
那种饮料，手摇饮啊，手摇饮那很甜，哇，要好多度哦。肚哈。好啊，你先来。但我还有一道菜还没介绍。哦，还有啊，这个是太丰富了，太丰富意了。式的做法。对，看起来异国料理。这个像以下是鲈鱼，鲈鱼，这个也好厉害。对，这个鱼非常的新鲜。哎，有碗，你有什么？你都有什么？啊，等下，我请我吃了。哦，怎么样？不然它好像意大利菜，就是对。哦，老板是去过很多国家，是不是？对。还有，而且他还有一个厉害的妈妈哦，对，一提妈妈有给你。而且我觉得他是有结合这种传统的口味，对，很厉害哎。金簪不是说，我们去吃一些意大利这个美食，可能他会比较吃到国外的风味，对，但是他这是结合在地的那种，哦。而且它就是结合了在地的食材，它是屏东县10大好店之一，今年2020年推荐给大家哦。这么多家的这种商店，它10大好店之一啊。屏东县有几百间那个餐饮料理店，对，沙哈罗要定位要定很久了，就算我没有讲，他也很难定。哎呦，真的，愿意来这边跟我们分享米谷簪，思源没烧鸡嘛？思源，哇，这个介绍美食之后，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思源你太高了哦，太高了。那我们欢迎我们的老板，老板，我们少女为你尖叫了。哦，再一次，哇，太棒了！是谁踩佩轩的脚啊？调高，这个是创意美食啊，这是客家传统的哦，这是传统跟美食，真的，美食。可能有的人会想说，哎，俺的哈赶伊做嘛会。准备按那料理，其实很方便携带，尤其是以前呢，你就下田球做谁没有没有？就在那带着一辆在旁边，拿着就做的吃嘞。对，就像吃下午茶的那种概念，对，做给嘿。你还买个贴给板呢？新灯板哦，新灯板啊，对对对，要做嘿嘛，对，猛做哦，新灯板都讲包嘛个，要包拔条的啊，拔条的，拔条豆馅。那个黑糖搓冰底部最大那个体位，花豆，跟凤条下，你要冬天出山的嘛？嘿，冬天出山的把体位。啊，思源最好什么呀？来最好是咧黑南瓜，南瓜，加黑南瓜饭，黑南瓜饭，对对，黑金瓜爱饭，要请问一下，还有味吗？韩屋饭，韩妹哦，也韩屋饭，韩妹黑想要吃两杯招牌哦，有了，哎，推荐是给嘛个，要跟黑凤条饭的，你等下很像在菜市场有没有？买出来呀，那条咖喱拌的，买多了，对呀，买5送1吗？对啊，不怕保工，是不是？好吃吗？宜人当天手工制作，所以宜人的东西，宜人的都开东西就是某防腐剂，不会标。调咖比谁厉害？店家互相那个，对哦。想吃你吃过的那一边啊！哎，那个尖叫声最大声的，等一下吃我们的招牌，丢过来，招牌老板也很厉害嘞，常常去摆摊，是不是？真的。其实也算懂传统的那种安尼客家美食啦，哎呀，有感情吼。对，你算天一胎嘛？天一胎，所以天一胎来讲，其实我比较有那种创新的一些做法。嘿。对啊，风拿路的创新呢？哦，你还蛮紫山药的皮哦，健康哎，都红包嘛个，嘛还法条的，法条是皮毛用用哈，法条是我来都开招牌线，对，招牌线，别的地方较深很多，哦，所以迄个是去屏东那边领咯。迄深度的反正就去到个安尼郑成功庙，去到个讲啊，请问一下个安尼七家半那这是大伴手礼之一哦，是去年的，还去年的，对，怕去年的，所以推荐给大家都是那个屏东人推荐的。啊，看大概你个人个上司嘞，上啊，我来的春问题，无按简单好不是？无按简单，春问题当中的，吹的问题哈，你们如果答对的话。你们才有机会来吃，来品尝，好不好？好难哦，那个题目，你看，我们这老板到现在还在吃那个，还在吃是不是？你给他一个
他现在马上吃完了这样。好来，好，下面呢條 Tiki 呢，無聽人哋台灣南部客家聚落嘅6隊地杯，一係聯絡你籌組3萬萬。英國班滿呐，班滿講1隊、2隊、3隊、4隊。我干片，快聽。班滿較旁邊啊，籌組啲聯絡帶下。好，疫情有答案了。疫情吃貨呢？哎呦，2嗎？潮州。大家考慮一下哦。所以錯的話是全掛，是不是？答錯沒有不可以吃了。哎，為什麼有人搖擺不定？好了，這個正確答案是什麼呢？正確答案是大家都答對了，錢。為什麼會潮州呢？潮州的聯絡帶下聽聽啊，今天對，我想知道為什麼。按過其實潮州沒6堆地，但潮州是在屏東沒有錯，但它不是6堆。6堆啊，都講前後左右中跟先鋒隊。哎，敲完了，不要敲，不吉利哈。你會敲幾個？我跟你講啊。因為清朝的時候，對，潮族係屬於閩南族群的，所以那時候也常常發生客閩械鬥嘛。所以潮州就排除在外，就他就變獨立的從後羅種。哦，那這樣潮州很可憐呢，他都被外面包在裡面。不會啊，發展嘅以後呢，很可憐呢，在這邊。好啦，那就恭喜你們答對啦！來，自己碗筷帶過來，來。來喲！哎呀，謝謝老闆，謝謝老闆，哎呀，謝謝兩位老闆，按貨，你看，請後吃，謝謝老闆。看，哦，你看，哎，好像菜市場一樣的。基本上講點漂亮誒，哦，正經是夢兩邊條架哈。青宇，我剛剛青宇看到他，這很秀氣，對不對？嚯，他一嘴。哎，對啊，我都看到他食到。嘴巴也蠻大的。炒飯團，它冷的也好吃哎，好吃哦。口感怎麼樣？很有 Q 勁，就是米的那個 Q 勁，然後它連裡面也不是很隨便，它還有一些料哎，很豐富，而且鹹度剛好。我可以吃掉好幾顆。美玲好吃嗎？美玲吃的是包什麼的？調咖2包嗎？鳳貼味。鳳貼味哦。美玲，你們那個馬來西亞有這種東西嗎？它有點像我們馬來西亞的那個安菇粿，娘惹或者什麼之類的，就是娘惹糕，它裡面會包一些東西。對，娘惹很多，它都是會加一些那個椰奶的那種味。你白鋪係椰板嘛？椰板。你那邊椰板，可是你是用什麼炒？鼠曲草，吃起來不一樣。我是用艾草。給喊沒嗎？很不一樣，但是一樣好吃，很好吃，很好吃。拱臭，是不是很特別？香香甜甜。慢慢兄我吃，很甜很甜。這不一樣，唔會熟配不會呢？唔會熟哦，唔會熟。哎，我聽白，我收給你啊。好吃好吃。再說一次什麼草？拍條公鼠曲草，鼠曲草。所以去哈，一定要買的呀，因為這是他們的招牌，招牌都在這，經典。好，那這個老闆來，來，老闆混在裡面一起吃了。對，那謝謝你們兩位了哈，這個大老遠從屏東來佛多亞巴來介紹好吃的這個美食給大家這個了解。你們慢慢吃哈，慢慢吃。介紹下一組來賓，介紹馬開後的景點還有美食來。國王蛋糕，哎，你還 cheese 乳酪蛋糕就出來了，就好些。它真的中間有牛奶哎，豪華海鮮丼飯，哦，真的，好豐膩。好新鮮哦！這個是我在這種日式料理店吃過最好吃的。好了，羅嫂在門口等你哎 ，Hello。你太深想吃啊！心血真爱爽，夜歌。
好天平，爱认真，爱打拼，唔好天平。你还好吧？没有，是乐队老师的问题。给跳下给彩排跟时节给导播就挺他了，问讲你有什么问题？没有什么，全身都有问题。对，全身都有问题。你看，连我们导，今年嘛，他进来甲大家都分了嘛，好了诶，按键，哎呦，云林呢，云林呢，介绍云林。我甲恁讲哦，今年我介绍的是分林的这个千桥谷的牧场。哦，千桥谷牧场，牛牧场，牛牧场啊。因为呢，本来哈，几年的用酒的牛。啊，因为酒的牛啊，养很多很多的牛，对，唔伫糖尿病，冇要紧，这个牧场，冇用了做好些嘞，好些嘞哦，啊，你家很爱，哦，很热，看得出来，你很牛，我没认得，啊，内地吼有真多俩装置艺术，哦，有真多牛，啊，牛有真多 pose。啊，迄无种甲贵翕相哦，完美拍照圣地，嘿，有真的啊，内地吼甲牛啊，无种绵绵牵搭贵人线，啊，迄若送吼酒甜的食物呢，是无论时间，内地吼有餐厅，无论有川堂好吃饭，有真多无同款的口味，我觉得我通灵嘞，所以呢，较紧嘞，是杜瑶啊吼，杜哦，你们有真多的哈！哎，我忙多等下一下，好，来，坐得来。第一届，我感觉就好些嘞，没看呢，是个东西，金色的乳酪，金色乳酪两个吗？就好些嘞，贵行日本北海道的技术提升，好，啊，刚这个轮背那个牛呢，切板，怎么少一块啊？因为刚刚有人偷吃啊。哎，轮背一个面，来，轮背的鲜奶，哦，鲜奶，牛场的鲜奶，知道吗？现挤的哦，现挤的，难怪热的。对啊。贵吼唔会吼，泄露唔会讲吼。请老师，便宜的这吼无爽快，就好些嘞，顶级的，哎，顶级的牛。啊，天意我感觉天意好些俩国王蛋糕，国王蛋糕，贵的葱蜂蜜蛋糕，加杜昂油嘛，杜昂油加牛奶，牛奶哦，也是现挤的。都贵的师傅。哎，俩还 cheese 乳酪蛋糕就出来了，就好些。它真的中间有牛奶哎。加牛哎，那个先，哎，这个好，有牛奶跳，这个好。过来有，俩起来花生酥加鲜奶酥，就香的哈，外头香，有嘛？有香，嘛改东西，它这有没有很香？哦，青熊，还有牛奶跟蜜糖，哎，它跟一般凤梨酥感觉不一样哦，冇空用哦。金咩凤梨酥？因为对啊，低挑酥啊，我上次说，对啊，它里面有凤梨啦，而且它里面的馅还是有凤梨的感觉，所以是麦芽糖嘅感觉，甜香，甜香，有，嘿啊，错，好。我甲恁讲哦，俩吼贵有世界甲台界的，啊台界西下台下台界就从你跑你嘛，哎呦，好有创意哦，对。哎，两面有一扎黑马个东西嘅，冇款款的，冇款用的，俩嘿，我都花生饼，嘿，养来提跳的俩，它那个饼干啊，咬下去很像吼那个烤箱烤很久。就是很脆，煎饼脆饼，不是会有焦味，对不对？不会，亚青老师有烤。啊，俩吼有世界，啊，开的俩有嘛？哦，来了，咚，嘿，哎呀，好有创意哦！很棒，带女校。你说这个礼盒买回去，然后小孩子拿起来一定会很开心的。这给两个小康老师都来不及给你音乐，真的弄湿弄完。来了，哎，这个好玩。哦，所以那还头打设计上的食物呢，还全部种来米太界的，啊那太硬特色嘞，太硬世界之后，因为太硬唔是送俩，错冇？你讲嘛该太硬，太硬唔是送太下的啊，送太下好好的
朋友送他嗨啦，无按好就送谁嗨就好了。有设计的啦。哦，有设计的啦。大家不能修工，因为介绍的东西可能会训掉了。哎呦，很厉害哦！我跟你讲，真的很厉害，我没骗你。我本人很逊，但是见到没有你不逊，唱作俱佳。哦，请问，来，出题，来出题。来啊！分饮吼有3届蔬菜，迄进度就按开你咯，3届蔬菜哦，哈。三届蔬菜有青豆跟小丸哈。第一届是轮杯，第二届是轮杯轮子蛇嘞，也系第一届。第二届是吼轮杯蛇嘞古肯。第3个是吼轮杯父母甲蛇嘞，我超有把握。为什么你超有把握？为什么？你是一个超有把握。你有介绍过卢超一样？我们也超有把握。好了，公布答案。答案就是第一届。来，这不用带碗筷了哈，你是不是？哎，早哎，你要注意后些了。你们真的很健康哦。乳酪一般女孩子一定很爱，对不对？对，你还拿一颗嘞。来，不要，那个要到这边来哈，你的屁股不要对着镜头。哦，这个它里面那个有点像这个也是很棒，卡士达酱的味道，但是它比卡士达酱的奶味还浓。蜂蜜蛋糕有没有？它不是。然后它里面咬进去，里面还有那种牛奶的那种香味，对，而且感觉上你会吃到牛奶。不要吃那个弄湿的饼干啊，这个很好吃。哎，真的，你知道吗？你要抬个拱，好好吃。你看过《康熙来了》吗？吃下去，好绵密哦，转圈圈。哲伟哥，那还不是最好吃的，快点吃这个你会转上去，吃这个你会转上去。吃过了。人家地鬼毒哦，很湿湿的，完全是奶香味喷出来的。好好吃，而且它不是单纯的甜，它还有一点咸咸的味道。好厉害哦！我跟你讲，这个饼干也好厉害，很厉害，这个很厉害，我大推。可以送大盒的给好朋友。对啊，有小孩的可以送啊。马来西亚来的朋友比较辛苦一点，好不好？对不对？这饼干好厉害哦。很好吃哦，它下面是饼干，上面是什么酱啊？应该是有点湿湿的花生酱，应该是花生酱，是，哦，板头姜了，板头姜，哦，什么皮鞋，谢谢，好嘞，下一组，叫介绍马个好的料理了。头发开来，菊花哪里无？阿哥上妹身风两山河，伊上来暧昧，形容哪里做？你上来暧昧，上无哪里错？每怎么站上来每救命风也哪有得有？这已经在一起了吧？两三条在做嘛？来，赶快！哎呦，疫情来，介绍一下。亚
其實連亞布卡董圈也有啲苗栗市嘅聯合大學，聯合大學，我的母校。哦，真嘅，沒有啦，我本來常常經過，本來立志要念那邊就讀不到。真嘅，我同他有來講一下，他可能想講，好高有嘛該好高，其實它是一個之前有一個叫做道和神社，它的遺址在這裡啊，亞柳台行上去就到這個聯合大學嘅當工。那也大家看到這個柳台東廠，不說還有另外一個名字叫好漢坡，好漢坡，練腿波啦，對，沒有幾階而已啊。其實很多，它是從這裡走上去，然後再從這裡走上來。哦，對，我全部一兜就抽了。然後你就這裡看到東東後上來健康就。所以要去那個學校讀書也不簡單哦。對，這後門你可以去前門。前門。對，然後去當狗就都得看到東江那個苗栗市嘅夜景。哦，苗栗夜景可以看嗎？可以，很多情侶都在那邊看夜景。清江啊，看越清江。對，很漂亮，這是我們拍的。發展得很好了，對，非常講。好，殺下來，好殺來啦！你要動用咩馬莎？那是我，而且這是素顏哦，看得出來，看得出來。不是，因為就講今年係逢英，去年係逢英年，嗰時候我就同校錄影。嗰時候我同大家來分享啲南莊，一個很多松濤意境的一個露營區。那它是都得看到它有懂得的杉木，杉木就是非常的高大，然後大條樹誒都懂吃，原始木林都超對，很漂亮。所以在裡面也可以拍非常多的完美照。而且其實它的空點上講，錄影可以看懂辛苦嘅事情，但是沒有，其實那裡都有電啊，有水，有漂亮的廁所，每週得設施，所以其實很懂送。而且好像聽說有什麼蒙古包都幫你做好了，要的話它也可以用租的啦，對，裡面還有冷氣，有一些有。你確定你是去露營嗎？那個叫做 glamping，是豪華露營，適合羅哥的，沒錯。嗰時候同大家來分享吼，南莊就真係來一間店。我介紹完了，來，行住兩片。因為我小家嘅素材吼，聽說會適合這個台英社時窮下外去嘅素材啦。草泥馬，剛剛那個疫情有那個自拍照嘛，我這裡面也有，找一下。哦，這個。我按住了。這個是綠世界。他的自拍，綠世界。哎，好像啊！哎，你照片比較帥呢，照片比較帥。老台尬講哈，這個是我們剛剛開場之前的團體合照啊，就是你們不是嗎？哎，動槍嘞哈！哎呀，動槍！哎，有槍嘞，你用啥？哎呀，他姓曹啊。就是這邊嘛。這叫什麼？草泥馬。草泥馬，羊駝，羊駝。我小概一下，這個算是國際性的一個生態的一個，算是教室啦。不過台灣誰是走在款都動那個同步啊，然後全部啊。因為入到英國可能有假日的時間，我一款同步只能去動物園，我一款全部走的一款，這個去公園，什麼運動公園，摸一摸一啦。真的。那個可以拍照啊，運動公園。你還沒走的啦？還沒走的。在各地國都有6大主題公園啊。有6大主題，哪6大？6大，我大概就只知道1大，就是電影下個已經走在起來可愛動物區。哦，所以昨天小朋友一定很喜歡。對。好，咋個呢？走走逛逛一定會餓嘛，對不對？肚子餓嘞。嘿，昨天夯到嘅北埔嘅老街。東江。北埔老街有。今天主題動到嘅相片哦，看到它。古蹟是全台之最哦，密度是最高。跟老街其實冇係凍倉啊，差不多是有200公差，唔夠哈，200公尺就有7間古厝。哦喲，那真的保留得很好。跟哈博應該這個是我們的慈天宮，慈天宮。這個常常一些那個大活動、大型活動都會在它前面辦。放在台尬清邁去改片主題啊，用。真的。打廣告，它有2棟哦，這個大家猜得出來是哪一個嗎？這個就是三合院啊，還是什麼？你阿婆不怕黑嗎？你阿婆不怕？好，疫情你還嘛改？疫情是客家小女子哦，來小女王。這個應該是那個吧？低北埔老街上有一個非常有名的叫做金廣福，對不對？很低哦，有錢人咩？動有名的哦。
杭州北部哦，还有很多的客家美食圈底料。哎呀，从哪来嘞？有这旁边像这个庙前面这一些全部就会水爆啊，有皮儿饼啊，擂茶，嘿，擂茶，我也是好像就是从北埔那边发展出来的。没有，我广东料哈，台港都需要的哈。要，来，准备好料给大家看一下。等，老板迫不及待就出来了。我们这也是一个帅哥老板。第一道的就是明轩小鲜肉。明轩，哎，今天来吼，让大家讲一下，一个哈港音哦，因为对日本有喜爱，所以做日本料理，而且用的日本他们的在地食材都不一样，让大家讲一下。让老板来自己介绍一下了。好，那我是在日本学拉面哈，然后回来台湾开店。哇！所以我今天带来这一道是我们店里的一个招牌，叫日式干拉面。没有糟哎，干的嘞，有在日本有这种吃法。有的温姜哎，有一些不喝汤嘛，因为汤可能太重味、太咸了，没错，是干的。我们做一个就是没有汤的。哦，那再来，我们旁边这边有这个是日式唐扬鸡，唐扬鸡还有当天现温体鸡，直接鸡腿肉直接做，新鲜的 fresh。那再来是我们店里的招牌叫可乐饼，他今天早上就在叫哦，真的哦，对，晚上就变成我觉得唐扬鸡。那这些新鲜的鱼货也是自己去抓的。咸水吃宽他做的吗？炖不掉了啊，吃一堆宽，很懂吃。来，懂吃。唐扬鸡这个，吃这个日式拉面一定就是要多叫这一些。对，应该听说哎，第六个唐扬炸鸡很容易嘿，那个盖饼肉、鸡腿肉、盖冻哦，跟生鱼片，然后来调改小改。这个是我们另外一间日料店的餐酒馆的招牌的豪华海鲜冻饭。哦，真的，好腻。对，你可以蘸一点酱油试试看。豪华海鲜呢？这个是北海道的海胆。我们一定要吃海胆的啊！乌尼，高冰。不好意思，海胆我就先嗑掉了。好新鲜哦！哇，这很奇哦。书说我们到了澎湖有没有？澎湖有时候他们也会有新鲜的那种海产。对啊，这个好吃。他们这个是产地直销直送的。我吃宽那个面吗？好，这两个是一样的吗？明轩哥，因为它是要拌在一起吃的，对，所以两个是一样的吗？好了，这是拌好的，是拌好的。那个酱用什么拌的？它是用刺味噌，还有一些高汤熬的高汤，还有一些特殊的酱料，大概有7、8种哦，混在一起。秘方商业机密，这个都是手工料理。那个面条看起来很有弹性。我跟你讲，吃这种拉面就要有声音，一定要有声音。对，来。那最好吃俩。罗哥的气好长哦，那是什么？溏心蛋哦，跟你一样嫩，跟我一样 sweetie。它做的期款哦，该刺味真的，它的发酵期比较好冲啊，所以它的口感比较重一点点。你喜懂冲，我也喜欢刺味噌。我以为你喜欢味道重的，有闻到哈，我闻到味道了。因为我从小就是面食主义者，这个面好，这个面好，好棒，老板。而且它是属于比较细条面，然后又很 Q 哦。然后整个味道都有进入到这个面条里面去。这个是刚才杨志谦长版的哈雕哎，所以它你看很快速就可以入味。对，好吃的东西罗哥才吃2口，要是一般都是1口而已。还没有选择甜妹嘞，吃饱了吃两偏点，可乐饼来吃一下。可乐饼，明轩哥来，这是 cheese 可乐饼，cheese 的，那个北海道的男爵马铃薯做的。什么叫 cheese 可乐饼？就是没吃到的会气死，真的。可乐饼哦，可乐饼哦，所以这个都是日本进口的马铃薯。男爵是北海道专产的，是没错，对，哇。绵密吗？绵密，好软，而且 cheese 跟马铃薯味道最搭了，对不对？就像国谦跟依晴。哎，是这样的，这个是我在这种日式料理店吃过最好吃的。哎，很难得，你冠军，我们一起到隔壁。好，我们一起期待。看了很久了，来，一群来，南中来给大家，蒋大哥，有咪吼，哦，真
我同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是俺琼 C 石头胎的。哦，这个为什么我会印象深刻？所以你也是男装 C 不妹吗？是俺美丽思念啊，中马跟俺去到男装生，特别去吃，太好吃，太好吃了。大家都知道生饮的青蒿设备，青蒿设备那东西，大家看到这里是一个汤圆。哦，你还扮演哦？对，要扮演，你会演员呢？跟唔咩乜嘅芋泥啊，乜嘅，太讲凶一下，扮演肚豆本温勇敢上，没演呢，硬踢，会硬硬，对不对？我保证这一家一点都不硬，超 Q， 超好吃。吃酱了。你这个话不能跟男生讲，现出来，现出来，一点都不硬，他会很生气哦。对，是重点，他有一个重点，他连这个小飞机都来了呀！哇！不啰嗦，马上动作。冰火机都来了，真的，而且它搭配那个桂花酿。从细时就看阿婆伫个摸板的时节啦，长长的嗰种的灯的啊，用个麻索啊，吼，板推去烫，沥水啊，我烫起来。迄个意思讲，石头进改编，对，石头在进步，观光客进了去多，你有一只创新的吼，不所以做一个食品的文创，知道你要扮演吼，加个硬铁的长度吼，水分的饱和度跟它密度、足度度吼，不所以一碗边吼，20分钟以内是碎铁。所以你要差不多25分钟，还唔会硬的啦。所以要再经过一段时间去研究的。我做实拍，你总个扮演差不多超过200斤。哇！哎，你看要生产一个好的产品，一定要一直这个长久。而且重点来了，重点哦，我介绍哦，是讲苗栗县的鲜花是桂花。桂花酿哦，迄苗栗县的鲜花。桂花酿啊！不是我聊桂花哦，啲桂花放底部哦，冲出出去抹琼样的蜜头。当它那个汤圆没有味道嘛，当桂花酿的香气跟它碰撞在一起的时候，你料想不到的那种味蕾，哇，就会恋爱了。放出一口汤圆一口冰，而且它真的很甜。我跟你讲，我也不是，我算是一个饕客，但我不是算是个很棒的美食家。这个老板哈。基本上，他会开店，一定就是他有相当的品味、敏感的味蕾。是，那是呀。哇，可以吗？哎，老板，香港你要特别嘅放出来选系吗？一口汤圆，一口冰。哎，口感如何？它口感非常 Q， 然后呢，甜而不腻，吃下去满口的花香味。吞下去之后，尾韵在鼻腔会有一个。淡淡的清香，还有鼻腔，对我觉得非常的耐吃，我觉得非常棒。没错，而且我觉得因为桂花盈利给甜眼给它的尾韵其实带一点点微微的苦味，可是那个苦味完全解腻，它是甘味，它那个汤圆真的加跟那个桂花酱配在一起的时候是绝配，好高雅的味道，绝配啊，然后那个汤圆又 Q 软。然后那个桂花好香哦，真的，你们香哦，喷发的感觉，真的。哎，前面还有一红啊，我小改。哦，还有两个桂花糕。那桂花糕我们是用那个鲜奶，还有椰浆，还有我们的桂花酿。上面还有新鲜的桂花，新鲜的桂花，还有一种可以吃的干燥的桂花，都得摄入上来，是可以吃的。然后它入口即化，然后它的香味会留在你的罗哥入口即化吗？回味无穷，马上融化。真的也是像极了爱情，有没有鲜奶跟椰浆的味道，然后搭配桂花，很特别。喉咙的热度的时候呢，那个桂花的香气就会释放出来。看到个头前两罐，哎呀，两罐样板，我送不了你的观众朋友，观众朋友啊，公散散哦。对，我们会出题，好。我出对了，我出对了的哈，他敢出对 FB 答题，如果你们答对的话，你就可以送给你啦，送我们这个。桂花酿，对，桂花酿，桂花酿，对，它是用麦芽跟桂花做。这个还有水就可以吗？还没结束哦，含油啊！哦，吃加泡滚水就做的嘞。哦，桂花酿泡，哦，这个应该是非常润喉哈，相对我们那种歌手来讲，我们两个一人一口，是不是爱的小两口？就会变成小两口。哦 ，Love you。好破坏气氛，好吃嘞！
然后交换吸管来，交换吸管。不用，我直接这样进去就可以了，大家都可以喝。好，哎，我来讲，罗哥，龙吉那 Q 还是然后新宇这样看是一定味道不一样。哎，有喝的不能下来。啦啦啦啦啦。好了，哎，罗嫂在门口等你，哎 ，Hello。林佩轩想吃了啦，林佩轩饿了。真的，我刚刚在那边喝不出味道，我在这边喝，好甜哦。不要这样，我要带我老公走了。过来，真的好好喝。林佩轩啊，世慧姐啊，全部就懂胸声了吗？全部胸声了。真的啦，有 Givi 啦，你再你给问题就好嘞。对啊，赶快问他们问题啊，让你们有机会下来吃。来，问问题。哎呀。好。下杯客家嘅飯堂，乃嘅無本人列做二人合眾生意態嘅節慶之一咯。第一，竹動田傳日3個比賽。第二，苗栗幫梁。第三，3二元火龍節。新來答案係哪項呢？搶回答。先比出來，好，確定下好離手，下好離手。答案確定好。哎，你們為什麼要改呢？好像很多人不能吃的感覺。確定嗎？沒有人回答2嗎？好了，4、3、2、1，答案係3。你幹嘛改啊？拿起卡來，來，答對了，來，請過來，來，自己走，來，先來。哎，碗筷啊，去給他帶過來，去給他帶過來。啊，剛不喝過桂花釀，先吃個麵。有沒有口感只有一個很 Q？ 好吃嗎？不得了，你講下面好食。哎，就已經跳來嘞。哎，你做順啊？你是做順，你有還要做順。我跟你說，我沒有吃過這麼好吃的拉麵跟肉。你差點把自己的舌頭吞了。對，哲偉哥抓小偷。我們請凱一跟大家分享一下。是本。剛剛吃到的感受。分享一下。哇！來，凱一。哦，這裡等我吃。跟英國很 Q 彈嘛，因為現在的人很講求養生，所以如果很甜啊、細甜，就冇你會吃的。哎，正經，這真的是剛剛好哎，嘟嘟好，很清爽。而且它那個桂花的香氣真的很足，清酒。老闆真的是花了200斤這個試驗出來的那麼。哎，謝謝我們的文化部長哦。是夢。好了，你們慢慢吃了哈，好，慢慢吃了，江老闆、老闆娘，對，多謝你，謝謝你們哦。剛剛藝門嘅問題吼，答案有講過誒，大家還記得冇？吼，我記得咯。即係3張問題，喺1、2，也係3答一下，可以辦法答對嘅吧？你就給到人哋嘅桂花釀，好吧？好，謝謝江老闆，也謝謝洪老闆，謝謝，好，那我們看下一組來賓，給這麼個好料來。最後剩2杯，你們是反漏功啊！我要這樣稱，用開就可以，是不是很厲害？放進去那個汁哦，酸頭酒跟米頭，覺得好香哦。芝麻糊，哇，芝麻糊，它的豆花好細哦，對，綿，輕綿，哦，輕柔。春天嘅一條花，ขี่人自行茶，渡我老散發。一天跟一條花，都是牽有花，爸爸爸爸爸。啦啦啦啦，秋天給一條花，強強公故事本愛他。沙啦啦啦啦，藍天給一條花，強
强冲过，突爱转我海。啦啦啦啦，秋天给你条帆，强强讲故事本爱谈。沙啦啦啦啦，蓝天给你条帆，强强冲过，就爱转我看。有你莫不意了，有你莫不意了。哔，今天最大的任务就是介绍景点、介绍美食。台北、桃园代表是这样吗？景点为什么会介绍写真呢？我今天要介绍的景点什么东西写真？是还有真的什么意思？拍照的。哦呦，要带大家去非常适合。这什么意思？来，一期只放1招，你放3招。帮我码掉。我跟你讲，今天就要带大家去适合拍完美照的地方。那也要像你一样漂亮才可以去啊！你说这个地方，你只要在那里任何地方拍都美。你去这里拍可能会变女鬼。女鬼森林，小女孩。哦，对，很漂亮。然后带大家知道是什么地方吗？哪里吗？这个就是刚刚依琴介绍对，很像那个露营区嘛。对，一样是那个柳杉木，但是这个地方在台北，大家一定知道阳明山。哦，它没有地址，但你 Google 可以找得到，它是黑森林，的黑森林，对不对？也是一个神秘秘境，秘境，对，最早其实是婚纱业者的秘境，那边很多人去拍婚纱照。全部公开一本太几个地，就是完了，那个地方完了会被破坏。我希望吉娜也会摆这个姿势拍一张，没有问题。对，反正呢，它就是会有这种倒塌的树木，它也不整理，就让它就是成一个非常特别的景色，对。然后有些枯叶啊什么的，然后就是它太阳天的时候照下来，它的光影很漂亮。然后呢，如果是阴天，它会云雾缭绕，很像进入到那种仙境，非常适合网美们仙女网帅走灯吗？网帅走灯，网帅也可以，真的也可以哈，很推荐大家。然后反正你就去 Google 那个阳明山竹子湖黑森林就可以了。青山，然后呢？再来嘞，又是写真哎，他自己的完美照，对，怎么这样？还有这里好有气氛，因为我很喜欢看古装戏，对，所以我对这种古色古香的建筑也很喜欢。这个地方在板桥，不用 Q， 对，板桥哪里？该不是那个花园吧？答对了，林家花园，我还以为南雅夜市嘞。哎，在旁边，这有像夜市吗，哥哥？对，原来这么漂亮哦，它很美，而且它是2级古迹，而且是台湾目前保存最好的园林建筑。园林建筑就是以前有钱人家，他就是要把那种大自然的山水，把它搬到他自己家的庭院，所以你会看到很多人造山水池塘这样。然后它的建筑呢非常适合大家去细细的品味，它的雕刻啊什么的都很美。然后这个很特别的是，它是那个墙上每一个墙都有这种花墙，都是不同造型，有桃子啊、蝴蝶啊、蝙蝠啊，就是非常适合。如果你也喜欢古色古香的景点的话，可以林家花园很推荐。比较中式的那种感觉。逛完你还可以去旁边吃黄石市场，南雅夜市青山后吃个东西，超多好吃的炒鱿鱼啊，对。我介绍今天来，终于哈有机会嘅小嘅龍潭啦，龍潭嘅，我想講龍潭蠻講哦，唔啲哈，你要 V 喺哪唔啲嘛？三門水庫，所以哎，你要去台東看熱氣球，不用。这里就有了热气球，有，很漂亮，热气球不用到台东路演，不用了，就直接来这边吗？走的，很没有限重是不是？啊，没有，你要2台，2台要怎么做？没有，篮子加大，火力要加大，黑暗有哦，而且没有暗有来了解，师傅不能坐在上面，只有你，我们比他高，就让他飘到外海去这样。没有，回得来，回得来，不会太高，他会导航是不是？不会太高，10公尺。水库里面的，还有哦，泰雅杜方我们常去哪里看日落？像苗栗现在很漂亮的日落，上门水库的日落就这么漂亮。我们去看夕阳，夕阳真的很漂亮。泰雅真有这因为
瓦伞嘛，瓦伞给片正经冻浆，那尤其是因为有水的关系，所以有时候那个水汽上来的时候，也会像在云雾中，在仙境当中，波光粼粼，超，然后开嘎而已哈，嘎哪胎，不是，现在我们这里秋天就有枫叶林，你知道走在上面就是有绿色是那个芬多精嘛，秋天在那边赏枫一样。那个枫叶掉下来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在加拿大。哎呦，我试过，真的很漂亮。因为上门水库会步道，要全部上门水库，你石头叶发2V坐得到大坝上面，可以坐得看整个石门水库，对，然后这样下来，那边还有云仙乐园啊什么的，然后又黄鱼又对，活鱼现在可以大概20吃吧，真给，另外两堂真给有懂到后生，给比老了退嘞，是东西，是东西，对，尽量接收起来啊，对啊，有还要挤过去，奇怪，你为何不从那边挤，一定要从我这边挤，我搞不清楚了，因为这边比较近啊，证明他瘦了。好，那今天介绍太阳嘛，师傅，徐主厨，师傅你好，有两位主持人，还有所有位来宾，大家好。许金德，许老板，许金德啊，哎呀，你好，你们很会叫德哥，没用啦，你怎么样要答对才能吃啊？你现在笑得那么甜也没用，对不对？其實用談真正有動到太太在後生的客家，你也見真見要訂也很難訂，真的。大幫之前主持嘎嘎有後生嘛，從顏色你也見點，給比主持他第一次剃100雙天絲，不管他哪個天絲，處女秀呢？對，掌聲鼓勵剃100。今天果然你闹也大對頭。後生的這種傳統，你有沒有懂得節目叫我真相邀請嘛？哦，那你今天面子夠大。謝謝。敬鵬其實大家看到一感同，因為阿婆在世的時候，就是他喜歡吃的菜，就是從小就會帶你去吃。應該是說，我長大以後才有嘛。然後阿婆過就是生日啦，或者是家族聚會，我們首選就是大楊梅。太有美，隔壁來嘅咩阿婆最好食咧，大概。所以點樣做呢？大楊梅。對，大楊梅鵝莊。來，今天來品嘗一下。鵝肉，我講揀鵝肉有線哦，幾容易咧鵝，成色。那鵝肉嘅部分呢，一定要先90半日，到180空5日。我問下，你溫章可以來。你鵝肉就講客家人講較熟水。唔係講叫做無辣熟，OK，米湯會較粗熟，我開始想米啊，都錯，你肉較舊時咧要調硬，食起來是調硬。冇嘅煙，清口聲。所以要是原味，也要批薑薑絲啊溫呀，安尼食。做的是兩碟，樣板生。其實叫七前菜。我是不是很會吃？我懂吃。我家婆沒還有生。我先吃個原味，先沾一下。給它蘸醬挑絲醬蒸一道，很特別哦，在外面吃不到。好不好吃？好吃，而且是嫩的。嫩的，今天這個好嫩。很 Q 哦，很嫩。還有你邊生係咁講，你要點紅啊，大白黑色一聽要保轉椰出。師傅，主廚介紹一下這個。來嘛個，也都係鵝腳鵝日，鵝腳鵝日，就冇你浪費太多炒的，沒有，而且它已經拌好，調味都拌好，專業要看天師啦，一定要包一包專業。哎呦，這個也是用我們自己研發出來的一個獨門的醬汁，蒜頭酒，蒜頭酒，你加蒜頭酒嗎？看起來冇乜個神秘鵝肉嘛，對啊，鵝肉會發出生鹽味，蒜頭酒會本身可能。羅哥係攏講哦，做得，最後是那個最後是那兩碟，你是雄心啊！哇，蒜頭酒，你們是反老公啊？我要這樣稱，用開就可以，是不是很厲害？是不是？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哎呀，新杯啊，老太講，好吃啦。骨頭放進去那個汁蒜頭酒跟米湯，覺得好香啊！蒜頭味好濃郁。這道菜，真正的吃法就是用手抓起來吃，用手抓起來，不是用筷子。對，要用手，你要不要抓一下？好啊。
然后我来帮大家服务，好不好？偷一袋，三号来做给些阿婆去，阿婆一点风湿哦，一定要是在蜜奇梦。哇，看起来没懂厉害哦。我跟你说，这个米苔目的部分的话，就是每天我们的鹅肉都是现煮，用现煮鹅肉的一个高汤，来下去做这个。哦，跟听说清甜，给黑纯米做的，你会不会是有点粉太多，吃起来不真实？好不好吃？它的油葱厉不厉害？厉害，这就是我们纯粹的这种标准的客家味。标准吃法是什么？整给这位哈。然后这个是我们店里面的也是招牌菜，是桂笋东坡风。桂竹笋，桂竹笋呢，作为人家福建香，一定要高山的桂竹笋，也是用我们的鹅肉高汤下去来炖来焖煮这一个。桂竹笋，然后东坡风肉，这个部分的话是需要2.5小时，哇，加盖，慢慢的让它的油脂也融化掉，所以待会吃的时候呢，你是吃不到它的一个油脂的一个油腻感。好厉害，有白饭哇，是蒙头嘎，他给我大块的，哦，看得出来你适合。德哥有来，先吃。我看他吃了，我昨天大家去龙潭了，一听没超过2件点，是不是？我跟你讲，吉娜姐太大口了，吃什么？主厨你说，对，你说一起吃的话，你可以吃得到桂竹笋的一个脆，对，桂竹笋好脆，对，好脆而且有汁，然后那个肥肉啊，根本好像就是一下就化掉了那种感觉，对，很强。等下柳天发不让我们定位一下，不用了，你就 Google 一下大杨梅鹅庄啊，哦，谢谢主厨哦，是这样哦，是这样，很难平来的，这样对。中澳的是甜梅，吃甜梅以后是甜梅，刘老板，好爽哦。还有3个条嘎。老板是新竹琼林人，对，北漂来台北打拼，对不对？我其实住台北啦，只是老家在新竹琼林。哦，所以你今天介绍的这个景点也是台北，然后这个吃的这个甜点也是在台北。对，我也是他们店的粉丝，就在那个小老板认出名店，我常去。在哪里？就在旁边华视国父纪念馆站这边。真的烧豆花，对，这豆花是我舅公传下来的技术，所以我现在是第三代了，所以也是独门技术，这不能泄露。我们应该从哪里开始先吃呢？这是冰沙，从哪里开始先吃？对，从现场做给你吃。现场做。我们一边吃，你一边介绍给我们，好不好？我这边帮你拿麦克风。那我们就先来一个芒果西瓜。哦，芒果西瓜。这是夏天限定的，对不对？芒果西瓜要的有谁？我们这边10份，谢谢。10份是不是？好，没问题。哎，龙泰嘎讲一下，泰嘎是豆腐房哈。其实豆花有，其实也分很多种。比如说我们在喝豆浆的时候，有一些是焦香味，他们的豆花也是焦香味的豆花，那个香真的是你会香到觉得，哎，我是在喝咖啡吗？还是黑糖的味道吗？冰沙吗？芒果冰沙，我们很会帮你介绍。哎，新鲜芒果打的，新鲜芒果打的。很赞，他们讲求就是自然的，你就不用本那就抽了，没有放糖水，没有，就是天然的果香，很大方哎。罗哥尔讲，你去店后，他们就是这么大方，就是这么大方，碗就这么大嘛，新鲜芒果，对，完全没错。他直接复制店里的豆花给大家。在门口要排队排很久，我都不好意思说我是哲伟。他说你谁啊？还好你没说，还好我没说。我跟你讲，一些名店有时候不太对啊，我都怕他以为我是牛老师。公平。啊，还有西瓜，你看，哎，这都是。当季水果，泰嘎可能唔提供，是泰夫法有常是不用水果，其实是很棒的吃法。它是另外一种风味哈。你怎么会发现？炭烧豆花，你怎么会发现要用这种方式？西米露，因为妈妈很喜欢吃港式甜点。妈妈有来吗？妈妈有，那是姐姐啦，姐姐。妈妈也来了，妈妈也是来现场啊，来，妈妈来了。不好意思，她穿的这么 fashion， 还要加炼奶，对，一点点炼乳，对，
用料大方。传统豆花哦，配上新鲜水果，哦，这还有既好吃，这是又养生。奶精吗？对，鲜奶油。鲜奶油。哇，来了，罗哥，好，谢谢。因为他们家的焦香味其实不是很重的那种，刚刚好。有嘞，两口听有嘞。你要搭配个水果跟料参，你就会觉得这个豆花太厉害了。哇，有没有？有吗？有焦香味，是不是？那焦香味是不是很特别？有，很特别。而且他刚刚老板是说他吃起来，因为水果的味道比较在前面就会先品尝到嘛，所以你会有先有那个水果的那种感觉，会有芒果味啊，或者什么西瓜味，会先吃到水果味道，然后但是后面会有一个豆花的那个焦香味，对，好奇特哦。然后你就会觉得你在那边打滚啊，这什么？以后切不到怎么办呢？对，会不会这个就是打滚了？你要第二个是这个好。第二个是什么？这个好。芝麻糊豆花。芝麻糊。我跟你说，这个芝麻糊也超厉害，它也是要配豆花的。而且如果冬季就是要吃这个，对，冬天。我是芝麻糊的粉丝，而且这个芝麻糊是老板自己磨的，自己熬煮的。自己种的芝麻，对，你有闻到那个香味吗？超香的。我跟你说，尤其是冬天那种树给它养狼听到声的，这对女生好，慢用。会老两个剃头粉穷哈，吃完要马上微笑哦。它豆花看起来女明星要注意啊。对，老板，我问你哦，你为什么没有选择用颗粒的花生，要把它磨成粉？重点是提味，提味。对，怎么样？谁来呀？谁磨呀？怎么样？双胞胎，它的豆花好细哦，对，绵，轻绵，就已经磨到那种，就像那个，我刚刚吃吃看吗？我就是想，忙是个豆花加个芝麻糊，黑芝麻糊的是看了。它也不会太甜对，都是刚刚好。刚刚老板有说那个花生粉是提味哦，清雄。对，差不多可以出题。你这样一边吃哦，我把题目拿出题喽，场外在 Q 喽。好了，可以出题了哈。好答题啊！来，师傅哈，错过可惜啊。请问，来，烧豆花的老板是哪里的客家人？还没。一台北公馆，桃园龙潭，三新竹强烈。慢有没有低呀？有啊，有够。刚刚聊天有讲，有。你的准心是东西嘞。我看到这些美食，我已经忘了。你们确定吗？确定哦。北漂嘛，对不对？对。哎呦。那请问老板几岁？加码32了哈。好，我们公布答案，答案就是3。全部都做的是。自己碗筷自己拿着哈，来，自己带着下来，自己带碗筷哦。我跟你说，这个不要拿太多，因为师傅说这是最后我要留给我的。师傅哪有这样说？这刚刚弄好的，特夫法清理会哦。来，快点，都很好吃。来，孔牛挺出一些哦，怎样？这个孔牛怎样？空有后生直接化开来，而且真的不腻。这个跟哈士豆跟蜜奇木，就是我第一个吃到是它是纯米的口感。对，为什么这样一吃你就知道是纯米的？因为那口感冇空，刚刚冰粉的哈，Q 度冇空，对，还有香度冇空。对，然后像这个芝麻新鲜不新鲜，青葱有给某气味，有这种粗朴感，对，它会有一种油味，对，但是这个完全没有新鲜的。然后它的挑夫法真的是很嫩，像布丁一样。布丁的感觉，而且它的冰沙，对，用这个冰沙，超跟香蕉，不知道怎么形容，就是很大那个焦味，都很提升它那个味道出来。因为用这话懂甜，那个焦味是焦苦的，它们综合以后，你会觉得这个味道是很平衡的，对，非常平衡。而且说真的，我们每种味道都很突出。知道豆花可能就是配一些什么红豆啦，什么或者是一些圆呐，或是那些藕泥啊那一些东西，我第一次是配到这种冰沙的水果冰沙，对，而且是很创新的一种方法哦，有机会合作一下啦哈。好吃，是含是有些甜。对，你今日多吃2味啊！你看海煮内边就介绍嘛个好吃的料理啦。乌骨鸡呢？它
就把它弄成像一个冷冻包、铝箔包，你随时要买都直接加热就可以了，很浓郁。它鸡里面的那个它所有的东西都把你做好。独论先生，独论哦，吃快一口吃，怎样？一口吃，是不是舒服嘞？你说它底下的湿润完全不会影响到上面的那个海绵蛋糕的口感。小城故事多，充满喜和乐。若是你到小城来，收获特别多。从容景色后，水墙山游过，假使有寒来帮你，将你来做，八仙路灵堂。还有天上太路高，欢迎归无名强下来，花莲来做白仙头灵堂，还有天上太路高，欢迎归无影强下来，花莲来做下，花莲来做下。三 T T 啊，山区啊，一条歌还在一起，我们不你抬呢，我儿子嘞，我不你吃太了。对，一条歌还是有一些人生历练的人来唱啊，才会比较有味道。有秘籍，这意思我老了。你不用说了这么直接。好。来，冠军的介绍呀，那介绍嘛，东埔法典的来的，东埔的位啦，然后俺不卡隔壁啦，然后俺阿梅啦，阿梅有啥？了边黑该。花莲在平地森林园区，这个3、4月的时候呢，会有那个萤火虫的那个凤央虫的季节，亮点就是凤央虫，亮点，还有这个是枫叶啦，枫叶林道一样是在这个旁边，这边是不用钱的。如果你晚上要看萤火虫，可以到这边。要导览的话，这边就不用钱。你那个枫叶跟那个泽伟的枫叶差很多嘞，它怎么感觉比较凄凉一点？凄凉哟，打点给片差不多还一样。差不多哈，地区域性不同，它这边也是一样，这边是这个已经掉光了，掉光了，同样一条路是不是？对，同样的步道，枫叶掉光了，所以你就拿出来差别就出来了，哎呀，有差别啦，有花海嘛，两片还是一个两下播的，做的拍个青岛个网美网帅照了，然后拍个汹涌做的另外去凶，听他介绍感觉比较不好玩，对。花莲真的很多好玩的地方。青州好聊的，不会啦，他那边是宽四 B 欣赏，没人猜地方。其实花莲啊，因为比较长条形的地方，所以呢，其实我哋就見必小嘅全部係在光復。
光复乡，光复糖厂，因为他是光复人嘛。那虽然带的8点 get on， 不过光复它其实有很多的一个很不错的地方。对。然后小嘅地方我都吉利潭，那个吉利潭其实要在很多大农大富呀、森林平那个游乐园区，它其实是光复5珍珠里面的其中。然后其实这是2个珍珠，还有3个珍珠。光复糖厂算一个珍珠，马泰安湿地，拉索埃涌泉也算是一个，所以它总共5个，吉利潭算北部诶，那个地方啊，就黑讲基本上我们阿美族或者板寨他们的一个祈雨圣地。后来呢，做了一个日本人的他的一个伐木场。放牧池这个地方，那个朋友我其实是有一点私心啊，这是我朋友他家也捐了一点地然后后来2、3年前他就把它整治，变成整地就变成了是一个基地潭，800公尺，它有一个小瀑布在里面，东江啊，虽然没开放了，不过呢，它这个整个地呢，它就因为经过这样子之后，因为太感觉就好像去到了台北内湖那个大湖公园一样。可是大湖公园我们旁边看都是很多的建筑物，可是在这里面看的是全部后山自然生态，全部自然生态，很棒，哎呀，好棒！游韩世界都一撩对吧？那个景点介绍完了，我们今天要好吃个很不错的，我们到了光复，我们先稍微拉到北上的地方，北上凤林，因为。光复跟凤林它是隔壁，凤林先到吗？凤林会先到。凤林还懂特别的地方，我们来 say 这一行。凤林它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全台湾哈。奇怪，你还是一样喜欢走这边，因为那边很远啊。那我今天要介绍这个我为什么又是一个？人家讲的私房菜，这个叫做私人菜、私家菜、私家菜。意思是讲，其实它真的是第2代，前1代它这个算是广式的腊肉料理。广式腊肉，好，那它就是一个广式，然后它所用的料理，就是它在腌制的方法，它很特别，它一定要用那种温体猪肉五花肉去做，然后它经过一些风干过程啊，经过一些腌制过程之后，然后它才慢慢的把它风干冷冻。它现在是发展到可以当做送礼。当做一个送礼盒就对，伴手礼。那这个的话叫做乐排猪肉排啊，它也是，它怎么有点那个什么那种腊肉的那种感觉？对，它其实就是腊肉的做法，它一样用腊肉的提味法，然后它就是一样一团一团的，它一样把它包成像礼盒一样，一样用冷冻。然后它所有的动作都一模一样，然后就让它冷冻之后，你买回去你就直接可以做料理了。你要炸，你要炸，你要煎，加热，你要微波都可以，反正就是加热法。这个叫做就是腊肉，它就真的正宗的腊肉，对，真的正宗腊肉。这样吃起来还蛮像鸭嗓的吃法。对，鸭嗓的吃法，对。那它就是腊肉炒蒜苗，它很简单，就是腊肉炒蒜苗。这比鸭嗓好吃啊！对，记得它不要不要加一样，不要加任何料理。它其实老板就重点就跟我说，给老板刚刚，你绝对不要加任何的东西，因为它就是要符合现代人吃法。就是搞得会从会炒炒吃法的方式，拌一拌。来了，这个重点喽，这个重点喽。乌骨鸡呢？我知道大家，尤其是我最懒的。为什么我很少煮东西？但是它这个就很特别，它把所有的当归、枸杞、什么杜仲啊、黄芪，对，然后蒜头，通通把它包成一包。然后呢，他就把它弄成像一个冷冻包、铝箔包，你随时要买都直接加热就可以了。加热，记得隔水加热，对，25分钟之后你就可以吃。没有人吃宽了，你也不用任何，通通都不用。年菜也可以这个，对，而且都可以宅配哦。哦，可以宅配。它的强调就是你随时，它就是把所有东西都冷冻，全部都掌握急速冷冻，对，它就是要符合先团饮吃饭嘛哈，很浓郁，它鸡里面的那个，它所有的东西都把你做好了，你只要放微波炉煎或只有炸，你想要怎么吃，只要当下酒菜，当下酒菜都可以。跟同个当杯哈，它其实鸡汤要熬得够久才会有那个那一层，而且它不会很油哦，不会很油，然后可以吃到那种。 2009年他拿了总统府的伴手礼的一个被
认定为总统府的伴手礼，国家级的哦。2011年他还拿了我们花莲县的一样认定的伴手礼，所以它其实是非常棒的一个伴手，而且你看它会那么大撩的原因是因为也还要符合我们客家人拜拜还要挑撩有没有？还挑撩，我们拜拜要拜3声嘛，那你就买东西就可以拜拜了，而且它就当一个伴手礼，你就这样带着，对，很方便，送礼很有面子。对，介绍完这边了，又不是甜的了，来，我是甜的，是甜的，那个迄创意嘅麻薯。创意麻薯，花莲嘅麻嘅糍粑青油面，麻糍啦，很多了解店名，我个独论先生，独论先生，独论先生，对，你看那个贴片嘞，贴片该就你看他用太空造型，有没有？太空造型，很可爱啊，那个不是熊吗？用把料，这是它的 mark 啊，冲跟松杯，它的 logo， 它的 mark， 加个 logo 啊，某空 logo， 加个 logo。所以给他哪里？给他还抹个料理咯，那蛋糕也抹个。算是类似蛋糕，但算是布丁。布丁的，布丁哦，它下面上下2层啊。对，给蛋糕像一个膏状，下面像布丁软软，有芋头口味。蛋糕。罗哥它是软的 Q 的吗？罗哥它是上面就是有2层哦，那种传统蛋糕，下面应该是布丁吧？它有什么口味啊？它有什么口味？香肠、看过估到，它现在有，他们好急，鸡蛋糕，鸡蛋口味，只要给软的，这应该是原味吧？免呢？对，这个是鸡蛋的，它吃起来有点像舒芙蕾。只有3个，只有剩3个，它不是1人1个吗？这个会刷嘴，没有答对了才可以。这个冰冰的一定更好吃，最好吃。不是，它现在有一点，就本来有点冰冰的，这冰冰吃最好吃，这个好吃，这个冰冰姐吃最好吃。哦，好吃。前面还有先生啊，还有毛还有那个芋头烧，芋头烧啊，哦，俩呀，用手可以。我是芋泥的粉丝，我也是，真的，我也是芋泥的粉丝。俩懂哦，黑马来，蛋黄咸蛋黄吗？有蛋黄。哦，好，吉娜姐爱蛋黄，甜加咸，这个完美的组合啊！不好吃啊，不好吃。它外皮没有说很酥啊，它很软。比较软，但是吃起来的口感是，可是很多层，很扎实啊。来个麻糍，麻糍，蘸掉个黑糖酱，你吃一下，你不先吃哇！1、2、3，哦，衣服低到了，开玩笑的，他也饿了。然后给普通的糍粑抹通用，阿 Q，普通你不要想了，答对问题才可以哦。对，还有这个，你们有听到那个黑生乳卷，生乳卷来巧克力卷啊，还有抹茶的3种口味。它里面这个包的是什么？这个是那个干嘛？奶油吗？两边穿麻糍哦，麻糍， 3种口味，哇，吃到饱。因为花莲都是麻糍取胜嘛，它是花莲产，它在这边，它里面包的是黑糖冻、黑糖糕、黑糖糕，黑糖糕，黑了。对，他们就已经拿不一样的研发了。好来，牌子拿好了，来，吃快点的出题哦，没有来，像视频上来你出题。好，来看一下啊，其实刚刚完花莲功夫啊有5个，5个称为光复的5珍珠。对，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哦。第一个叫做拉索埃涌泉，第2个叫马泰安湿地，第3枚都泰巴朗部落，哪一个不是光复5珍珠？不是嘛？哈，不是哦，光复5珍珠哦，林皮贤来看一下哦。光复5珍珠，哪一个不是呢？抽呀不抽？答案是佩璇决定是3吗？3。答案3的，恭喜答对了，对，全部答对了，哎呀！来，碗筷自己拿着，好嘞。芋头是哪个？来吃啊！芋头是那个。等一下，过来先吃咸的啦。你先吃啦，没啦，那芋头的粉丝。给同亲后吃喽。很浓郁。大家要讲的。做的黑丝给同还有牛妹亲后吃清沾。我不敢买猪肉的呀。哎呀，亚兰牛哈，真的好好吃哦。你不敢买猪肉啊？我不敢买猪肉啊。不过吼，亚兰牛清感觉就会不会太咸？不过因为太咸就表示它加了太多的
调味料、添加物，但是它这个是刚刚好给海绵，还够再够炒其他个葱的呀、酸的呀的。绝配，好好合味道，而且很下饭呐。对，这个对，又下酒。哎，广东厉害，真的。他最厉害买个腐鹅哦，他最厉害买个腐鹅，咸蛋黄。还有它的皮很撑呢，是 Loki 给续接了，所以这里面有咸蛋黄。有啊，那个咸蛋黄被你吃掉了。那有一撒一般好不好？有啦。我没有知道啊，被它咬掉了。哪有？也有那一层一层的酥，有点类似。它每一层都是做工啦。它就学个腐鹅哈，水这样的甜到很像加味，两块呢。你老给喊没打皮 Q 吗？还有该下跳款一下哦，这一颗哦热量100出头而已。你还看那个？你还在意热量哦？有一点。那你就不要吃这个了啊！哎呦，还在丢！哎呦，吃它一口吃，怎样？一口吃，是不是舒芙蕾？你说舒芙蕾不是，它底下的湿润完全不会影响到上面的那个海绵蛋糕的口感。慢慢享用啊，慢慢享用啊。好，也谢谢冠群，还有谢谢四位他们法脸那样的米色了哈，真的懂，是总统级的。杜伦先生中加腊肉，啊，你看下一组里边带了那个精彩的样的表演，香味浓郁的飘出来啊。如何吉娜？哦，等下你要嫁给他吗？还是酱油我喜欢的 ，You like？ 潮州味这个太厉害了，这是我在台湾吃到最道地之外，因为我自己煮的时候啊，我教大家，如果你自己要煮的话，里面一定要放蒜头，然后胡椒要放非常多。对，没错。提味。哦，你还要教大家，老板就在这里。还要用对的胡椒粒。在电强行里，离开都市的人群，饮上蓝牙出身体，用大自由比呀比。滴那个头发贵，空气中两层迷信，爱身边刚黑有你，在那里龙阳光巴黎。有那个苏红旗，天风传来春天的消息，用兄弟诉从喜，旅行中一面面的风景，漫山的冬花雨，晚风吹来，飘落满地，将色爱就随风去，转啊转转莫停。满山的头发衣，从你面庞慢慢扫移，让带你共跳舞，用素米春光阴。满山的头发衣，风吹来落满地，哒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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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哒。满山的头发衣，风吹来落满地，啦啦啦啦啦啦。飘落满地，从在每阵水花雨，转啊转转莫停，难等一共跳舞，用素米春共饮。谢谢，什么开好听吗？哇，来自马来西亚。是，你看我们节目都国际化，国际化哦，对呀，那两位来自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其实景点非常的多，很多，对，非常的多。海岛啊，马来西亚的幅地比我们台湾大概好像大了9倍大。美玲，你也介绍一下，我来介绍，然后推荐给大家的。我今天要介绍就是来自马六甲海峡的一个岛，叫
兰卡威，这个就是他们就是去那边的岛的时候一定要拍照的地方哦，景点。然后因为这个岛它是免税的，所以我们去那边买。因为我以前去那边，我会买很多巧克力回来，因为免税。它已经靠近泰国了嘛，对不对？泰国那个下面。对，没错。然后另外一个，它那边那个岛上有很多地方，但是我就介绍我有去过的是2个地方。然后这个叫黑沙滩。哦，黑沙滩真的是黑的耶。对，巴西欧就是沙，Hitam 就是黑，然后它是黑沙滩。这个就是可以去那边拍照，然后它的沙滩就是整个黑色。就之前有个传说，就是说什么爆炸之后就把这全部烧掉，然后就是那个沙变黑色，就变成一个传说啦。这样很好哎，对，很多网美去拍照还显白哎。对啊，真的，他真是美肌的太过分了。可以显白，他可以显白。他显白，在那边拍谁都白。那另外一个就是我最喜欢的，因为我那时候去的时候其实才11岁，然后我觉得我去过就最喜欢的地方就是这个海底世界，大概有5000多种的海洋生物，那很大哎，这很大。然后有那个企鹅啊，企鹅也对，还有那个隧道，小白鲸吗？它隧道有15米长，哇，对，然后还有海豚啊，好多很多的鱼这样，还有珊瑚、小丑鱼，然后它就是分为5个主题区，对，可以让你就是探索那个海底世界。哦，就是在兰卡威里面，对，在唯一一个地方可以玩这么多，然后还可以去那边买纪念品，哦，免税哎，真的好棒哦！重点来了，对对对，那个等疫情过后，大家有机会，大家通啊医疗，然后兰卡威很棒的地方，对，消暑的地方。哦，好，来，美玲介绍完了，那我们一起来看婷婷要介绍。它有黑色的沙，我有白白的沙，白沙很显黑 ，OK， 黑的白的都有。那大家是不是有没有知道一首歌叫做《浪花一朵朵》？有。陪着我，看着那海龟水中游。慢慢地趴在沙滩上，数着浪花一朵朵。这首歌呢，其实是在2000年任贤齐还有郑秀文合演的电影《夏日的么么茶》。对，那是阿牛写的吗？对，是阿牛有唱，阿牛有唱，阿牛跟光良，对，他们都有在里面演，对，都有演。那其实这个电影就整个是在这个马来西亚的热浪岛上拍摄拍的，哇哦，兰卡威岛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不一样。OK， 它是在丁加楼州。这是谁啊？这是我啊！你是有用软体修过？没有修过，没有修过。拉长，对对，光现在电脑设备真的很厉害，科技的发展真的会让人家无限的。沙非常的绵密，有没有？然后它还会有一些不同的景点，让你去有不同特色的这个浮潜。有些是珊瑚非常的漂亮，有些是专门可以看到一堆海龟在那边跟他们互动，还可以跟海龟互动，真的蛮好玩。然后像什么香蕉船，如果大家一大群去过那个群体生活，香蕉船啊，然后或者是那个沙滩上的那个摩托车啊，海上活动打球什么都可以。有拖衣伞吗？有没有拖衣伞？拖衣伞好像没有看到哦，那所以那边的东西也都是免税吗？那里没有任何的其他商店，基本上在那边就是 relax， 就是天然的，就是玩水，然后度假享受，然后吃的话也没有什么大餐厅，它就是在所有的每一个度假村里面，它都有饭店的那个自助餐。吓我一跳，说没有了解自己下海去捕抓，有啊，这样子啊，像去帛琉就是这样子啊。对，它真的是很天然，然后有一些可能它比较靠近那个海湾的那个别墅呢，你可以一下去就跟很多鱼在一起玩，哇，就是感觉就进到水族馆。那海水很干净才非常的清澈，而且那个沙很绵密，是白的，不是什么黑蛋。没有炸过，没有炸过，没有炸过。本是马来人相煎何太急，你们两个为什么互相伤害？对嘛？没有啦，去玩了黑的，可以来玩白的啦。对，那有去玩一玩，重点就是有好吃的东西。对，好吃好玩。讲到好吃的东西，我告诉大家，这个东西我在台湾10年，找遍了全台湾找不到，所以我今天花了3小时自己煮。在台湾客家擂茶应该是甜的，像饮料，生饮料。在马来西亚呢是叫擂茶饭，有时候我叫喊茶，就是咸茶。那其实我们的擂茶呢是咸的，然后它是配菜饭来吃的。那菜饭的部分呢，一般我们到外面很多餐厅都卖擂茶，大家都很爱吃，很养生。然后不管是配白饭还是糙米饭都可以。然后其实菜的话呢，就是大家自己随意搭配，你喜欢吃什么就加什么。对，就是菜饭，然后搭配咸茶的一个概念。然后就有做这个咸茶酱。这咸茶酱呢，是辣椒酱吗？不是，它就是里面有茶叶，然后呢有不同
五谷的那个粉捶成那种，对，像我们的擂茶要这样子捶吗？要这样，可是现在一般都用那个搅拌器了，比较快，不然来不及卖了。对对。那里面还有那个薄荷叶，还有9层塔叶，然后还有香菜，还有花生，还有芝麻。哦哟，好丰富，很多的香草类。然后呢，要热热的喝。我这个这个是热热的绿茶。绿茶，对我用绿茶，就是一般的绿茶吗？对，我喜欢这个味道，真的会苦苦的吗？你有什么不喜欢？马来西亚很多东西就是这样子。所以在马来西亚，这个东西它不是饮料，它就是对配，就像榴莲有吗？啊，对，榴莲你刚又闻到好臭啊！榴莲吃起来很美味，冰冷冻库。发这一群真是吃货哎！你看，讲到吃的，大家眼睛都好亮。所以这个是两用蛮深，然后其实有花生，有那个菜脯，四季豆，也是搅一搅，小豆苗。你好吃马盖就不用马盖。它这个就是一般的那种是可以倒进去。杂菜样子吗？杂菜是鹰嘴豆，鹰嘴豆哦，对，是很少见的食材。哦，豆螺稀哦，擂茶，一碗吗？还要加2碗吗？可以，应该要加2碗。如何？古葱有用没有？古葱不是。你那个9层塔，有没有？其实这个倒下去以后，它会盖掉很多原料的味道。哦，对对，其实原料本身也没有什么调味，对，它没有调味，还是我们没有搅好啊？有9层塔，因为搅碎以后，可不可以有苦的味道？苦甜的，对，但蛮好吃的，好吃应该是好吃。它是一种很特殊的一种，而且我觉得当地的这种很健康，其实真的很异国，非常的很异国的味道。那除了这个之外，你还要介绍什么？哦，这个我们香味浓郁的飘出来啊！今天非常的荣幸啊，请到我们这个万德福爸爸哦，原点的勇士是古茶老板，大家好，老板你好，老板。哈嘎饮吗？哈嘎饮，古龙宝饮。哦，马来西亚哈嘎饮很多哦。青岛，印尼没青岛。我常常去马来西亚跟新加坡表演，我最喜欢的就是巴古德了。我也是。很多艺人一下飞机就是找最有名的肉骨茶。肉骨茶，我们去不用下飞，就是人家一定会带我们去品尝当地好吃的一个。但是他根本也带了3种某空用的米头哦。对，这是潮州派，新加坡常看到的。潮州的，这是福建。哦，福建是广东，都是肉骨茶。广东对，也是肉骨茶，3大。它基底是一样的，据说嘞。这都是用猪肉鸡熬成的汤底。哦，广东跟福建的对有什么差别？这个是专程喝胡椒的口味，这是白胡椒口味，所以是白汤底。白汤底，对。对，因为我其实，在我们南马来西亚不太懂这个广东的这个，因为只知道有黑跟白，就是潮州跟福建。那请问广东的跟福建？广东的是一定要加一点酒，加强它的药膳的功效。所以你们来台湾开多久了？快5年了。快5年了，哇，那生意应该好得不得了啊！平常定位应该很难定哦。我们都是现场的，对，怕人家定位卡住那个。他不给定，这么拽。哎，而且我跟你讲，人家有好的品质。因为我们哈嘎饮哦是重口味的，对，重咸的。那在马来西亚吃肉骨茶要沾蒜头辣椒，这已经是很够味了哦，还要沾这个蒜头辣椒。黑酱油台湾没有，黑酱油没有吗？台湾没有，它有点甜甜的，味道很浓郁。对。最近蒜头涨得蛮高的。哦，对，所以你多吃。所以你们还不惜成本，知道吧？对，哇，它是满满的蒜头。罗哥，里面有猪肚吗？有猪肚，温体一定要吃猪肚啊！有，很滑嫩的。哦，答对了才可以吃啊。想吃。哇，如何吉娜？哦，等下你要嫁给他吗？还是酱油我喜欢的，有那个条件还有3本的嘛来。这个，你看看媽媽從這個時候做本嚟吃嘅，肉碎飯要放蝦米，像滷肉飯，你們家傳的對客家料理，馬來西亞也有滷肉飯，對不對？你們叫肉碎飯，蝦米、辣椒、肉碎飯。我小的時候都吃3碗。看得出來，有一種餓叫媽媽覺得你很餓，他沒有浪費，媽媽的感覺，媽媽的愛。是的。怎麼樣？這還有一種脆脆的是什麼？有軟骨、洋蔥嗎？也有洋蔥、蒜頭雞煮的。
还有虾米。它虾米的味道好香哦，好跳出来。是跟蒜头跟虾米爆香的香气。台湾最有名的就是卤肉饭啊，这个台湾口味。但是它这个卤肉饭也是有不同的感觉。他们自己家的那个肉燥饭的感觉，好好奇哦。还有一个黑黑的是什么？哎，两夫妇干式肉骨茶，这个好好吃哦，好吃好吃。配饭哦。对啊，感觉上是可能煮太久了，烧干了。哎，可是它不会硬哎。不会，那个肉是软的，很软的，好吃，时间蛮刚刚好的。认真答题。哎，各位乡亲啊，那家是个没办法出国对吗？啊，想的是东南亚料理，哎，去找万德福爸爸，万德福。两片含油哦。然后这个结束以后一定要配上你们马来西亚的甜点对吗？对，这个，哇，日常小吃，奶茶，罗迪嘎亚对。罗迪嘎亚，不是罗迪嘎亚，是这个，对啊，对达类就是早上喝一杯的，就是这饮料对达类。对，他们那种拉茶店就是得茶行，就是有点像我们台湾的85度 C 啊，这种大家都会普遍就抽嘞 Starbucks 这样子，就是已经习惯了，每天都一定要去喝一下，就像你们奶茶的概念就对了。要搅拌一下，那个冰都融化了。他来不及了，太渴了，等不及了。今天有没有带那个 dinosaur 啊？这个是我同行卖的同行卖对，同行的料理对，同行的料理。哦，这个要配上这个罗迪嘎亚，这个我喜欢。这个是什么？它里面是包椰，就是那个咖椰酱，所以它要吃俩。马来西亚料理里面是椰浆、蛋黄，然后那个斑斓叶，对，斑斓叶，还有那个有用那个红糖，那个什么糖，黑糖，椰焦糖，应该是椰糖。用什么料？为什么要跟你讲？这是他们的商业秘密，开玩笑。金钱是有些粉，就是绿绿的。哦，这个比较好。还有搭配牛油。我要看到鸡肉饭啊，牛油对。然后这个我们叫椰浆饭，椰浆饭。对，饭里面有椰浆就对了。对，它就是有用椰浆煮出来的。这个酱看起来好厉害。对，然后这个叫三拜，就是三八酱，对，然后就有花生，然后那个小鱼，我们叫ikan bilis，小鱼干。你们都会搭配这几种菜？看呢，有一些人可能他基本款的是没有肉的，对，他单纯的话可能就是不会有这个，就是可能会有酱，然后有这个小鱼干，然后这个是一定要辣椒酱，对，这个是还有鸡蛋一定要，它的灵魂，它的灵魂就是这个啦，对，没错，椰汁饭、椰浆饭。新加坡、马来西亚他们的椰浆饭就纸一张包起来，对，就包起来，就好像便当一个一样感觉。有些有用香蕉叶包更香，对，那个很香，那个小摊位哦，小摊位很便宜。这鸡肉饭好像也有用这种纸包，对不对？享受，哦，鸡肉饭的鸡肉好嫩哦。同行在马来西亚很幸福，只有我们两家，就很多人不想家了。因为如果想家，他们也不会特地吃这些料理，因为台湾找得到。是，两家也是做得蛮道地的。而且说真的，鸡腿吧，你要找到这么道地的这个新马式的这种口味，真的很难找到。其实就在他们这边，万德富爸爸肉骨茶，跟池先生，我的池先生，我上礼拜还特地去排队吃的，好赞，也是在板桥吗？我上一次在公馆，它有很多分店吗？跟大安，好，我们现在要让这旁边这一群呢，可以上来吃了。我们请婷婷出题，请问下列哪一位客家人不是马来西亚人？第一光良，第二张志成，第三黄敬伦。新加坡也新加坡音啊，马莎不知道，准备好吗？哎呦，可能他是马来西亚人，却不是客家人哦。你是在参考大家的答案吗？确定吗？所以3个都是马来西亚人。确定吗？没有，不知道。也有人是马来西亚人，不是客家人哦。对啊，对哪一位客家人？好了，公布答案。答案是三黄敬伦。耶！他是新加坡人。来，赶快！来，请他们吃喽，罗佑。哇，这很强，这很强。来，肉骨茶，通好强，3种不同口味。潮州味这个太厉害了，这是我在台湾吃到最道地之外，因为我自己煮的时候啊，我教大家，如果你自己要煮的话，里面一定要放蒜头，然后胡椒要放非常多，对不对？对，没错。提味哦，你还要教大家，老板就在这里，要用对的胡椒粒，要用对的胡椒粒。
你不用煮没关系，去店里吃就好了。对，谢谢，你就去找万德福把肉骨茶店就好了。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台湾某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个黑酱油，它虽然看起来色木懂层，颜色很深，但是它完全不会细汗，不会细，不会死咸，然后它有那种焦糖的香味，甜甜的，带点甜味，对，哇，今天真的好棒啊！不用去到马来西亚，不用去到新加坡，就可以吃到东南亚的口味，真的同怀疑啊！真的，跟着我们去旅行就超累。对，所以老板你可以每个礼拜都来嘛。在这里门口摆一个摊子这样。对，好了，你们继续吃哈。哎呀，我们今天节目也是告一段落了，已经结束了啊！大家吃的开心，开心哦！谢谢李老板，谢谢，不客气，谢谢老板们。好，这个今天介绍了很多很棒的景点，很多很棒的这个料理哈，希望大家有空多去参观，多去支持，多去支持，多支持。阿妹空空，我支持你的节目，安尼老年大擂台，老年空下来哦。好，大家下礼拜见啦，拜拜。